线上以及电视前面的家人们平安。今天早上10点多，我看见久久未出现的太阳出来了。当太阳出来的时候，谁最开心？妈妈们最开心，因为妈妈们终于可以把她洗的衣服拿出来晒太阳了。除了妈妈最开心以外，还有谁最开心？就是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们。为什么我们会开心？因为我们可以闻到上帝恩典的味道。什么是上帝恩典的味道呢？等等，在洗澡的时候，穿上今天晒过的衣服，闻闻看，那就是上帝恩典的味道了。阿们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感谢赞美你，你的话这样对我说：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，日间太阳必不伤害你，夜间月亮也不害你。耶和华要保护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也要保护你的性命。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这话是真的。主，我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谢谢你再次用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脚上的光，路上的灯。主啊，让我能够活在你恩典之下。主，我是何等有福。主啊，今天也是你有喜悦日子。主啊，我们要再一次凝聚起来，再一次来到你最爱的圣殿里面，再一次来高声赞美你。因为主，你的名是配得我们所颂赞的。主啊，你的名是配得我们要一同所高举的。也渴求圣灵再一次运行在我们当中，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能够单单的来敬畏你，单单的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恳求你再一次来悦纳我们，保守我们。主啊，除去我们今天一整天心中的疲惫，心中的劳苦，要再一次到主你的面前，就是要单单的降服在主你的面前，单单的来敬拜你，单单的来听你的声音，单单的来领受主你的教诲，帮助我们。主啊，再次来帮助我们，圣灵也帮助我们，运行在我们今天的祷告会当中。主啊，再次用笑脸迎接我们，帮助我们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得胜名求，阿们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。诗篇113篇2至3节，让我们再次用赞美、用感谢来谢谢我们的主，让主美好的事成就在这里，成就在这里。主啊，谢谢你再次来与我们同在。早晨，从早晨到夜晚，从旷野到高山，亲爱主，我要称颂你的名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你爱永不止息，亲爱主，一生紧紧跟随你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从旷野到高山，亲爱主，我要称颂你美名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你爱永不止息，亲爱主，一生紧紧跟随你。我们再次来称颂主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从旷野到高山，亲爱主，我要称颂你美名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你爱永不止息，亲爱主，我紧紧跟随你。
知己。我的主，我爱你，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。再次说我的主，我的主，我爱你，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。我的主，我爱你，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不管你是用方言、用悟性，还是用灵歌，好不好？主的恩典永远都没有离开我们。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，献上我们的祷告，赞美的祷告。主啊，恳求你再在我们同在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恩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主。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。他是我脸上的荣光，是我的神。让我们用赞美、用感谢来称颂我们的主，让主美好的事再一次来成就在我们身上。让我们再一次来说：主啊，你的爱永不止息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从旷野到高山，亲爱主，我要称颂你美名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你爱永不止息。亲爱主，一生紧紧跟随。再一次从早晨到夜晚，从早晨到夜晚，从旷野到高山，亲爱主，我要称颂你美名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你爱永不止息。亲爱主，一生紧紧跟随。我们一起大声说：我的主，我的主，我爱你，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。我的主，我爱你，我要夸你的爱无。我们再一次说：主啊，我的主，我爱你，我的主，我爱你，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。我的主，我爱你，我要夸你的。我们再一次高举我们说，高举我们手，说主我爱你，我的主，我爱你，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。再次说，主啊，我的主，我的主，我爱你，我要夸。不管你在任何地方，我们再次将手举起来，再次高喊：主，我的主。我爱你，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。
次从早晨到夜晚，从早晨到夜晚，从旷野到高山。亲爱主，我要称颂你美名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你爱永不止息。亲爱主，一生紧紧跟随你，再次早晨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从旷野到高山。亲爱主，我要称颂你美名。从早晨到夜晚，你爱永不止息。亲爱主，一生紧紧跟随你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恩惠。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诗篇103篇2至3节这样子告诉我们。亲爱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一起用喜乐的心，用信心，用正面的心，我们一起来唱伟大的神，奇妙的神，恳求你再次来掌权，神迹奇事就要降临在这里。阿们吗？从水中经过，你必与我同在；从火中经过，你必遮盖着我。你一只双手，你施行拯救，大有能力的主，你赦免罪孽，医治一切疾病，你施下应许，叫我们的痊愈。你战胜死亡，你践踏仇敌，你真承在全地。伟大的神，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风浪之中保守我们，苦难中我依靠你神，奇妙的神，不住高墙敬拜我神，相信你要医治我们，呼求你来拯救我们。在上周早祷，潘牧师在讲述复兴祷告复兴小组时，教了我用手指战争，也就是说要用手指数算神的恩典，时时数算神的恩典，就不会落入魔鬼的诱惑。神给的恩典真的很多很多，不是吗？用神的恩典去思考，一切就会很美好，不是吗？渴慕神的同在，经历神的同在，不是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，没有听我们的呼求，是神喜悦我们与他一起经历这苦难。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一起再用喜乐的心，用信心，用正面的心，一起来唱伟大的神，奇妙的神。从水中经过，你必与我同在；从火中行过，你必遮盖着我。你双手医治，你施行拯救，大有能力的主，你赦免罪孽，医治一切疾病，你施下应许，叫我们的痊愈。你战胜死亡，你践踏仇敌，你掌权在全地。伟大的神，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风浪之中保守我们，困难中我依靠你神，奇妙的神，不住高唱敬拜我神，相信你要医治我们，呼求你来拯救我们。我们的神
神，再次说伟大的神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，伟大的神，奇妙的神，我们一起拍手。再次来称颂他名，说你是伟大的神，伟大的神，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风浪之中保守我们，困难中我依靠的神，奇妙的神，不住高唱敬拜我神。相信你要医治我们，呼求你来拯救我们。我们再次说伟大的神，伟大的神，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风浪之中保守我们，困难中我依靠的神，奇妙的神。唱敬拜我神，相信你要医治我们，呼求你来拯救我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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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伟大的神。上帝是我的主，耶稣是我的救主，圣灵是我的保惠师。感谢你们再次来与我同在，愿让我们一切的敬拜与赞美，愿荣耀归给你。主啊，恳求你再一次用笑脸来迎接我们，不管得时不得时，我们都要靠着你给我们的喜乐，靠着给我们的信心，再一次来战胜魔鬼撒旦一切的诱惑。主啊，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，谢谢主，谢谢耶稣，谢谢圣灵与我们同在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得胜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哦！不晓得在线上的你们是不是有专心的一起来祷告呢？哦，这个按照惯例，我还是要点点名啦哈，看看有没有人没有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啊？哦，这个好，点名了哈，点名了哈。好，照常了，还是会点到萧凡恩。萧凡恩好像不会出现。好，萧凡恩的阿嬷美云姐嘛哈。还有这个萧凡恩妈妈，他们都会参加祷告会，都是我们的祷告会的常客这样子，那再点一下，点一下哈，如果没有点，你有点到没有喊右的没有关系，不要自责，罚写说下礼拜我要参加周3祷告会，罚写1000遍这样就好了。我看不到你们留言嘛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那我就，对，那没有我点名，但是我们小编会看哦哈，好点一下，点一下。那个美云啊，美仪，郑美仪，还有对，我旁边我的 partner 于胜阳哈，他到，那我就要叫一下于牧原长老、于景、于文思，好大一锅鱼，渔业、娱乐没有全家都到了哈，对，好的，那。既然都到，我们就应该要一起，时间宝贵了，我们要一起来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先为我们的这个国家来祷告。祷告会就是要祷告，那不然要干嘛呢？我们就是要祷告。那我相信在神在我们的祷告当中，神一直施行恩典跟奇妙的大能在我们当中。
例如说我们一直去跟神求雨，那真的神就让下了这个一段时间的雨，让我们水库几乎都满了。好，那我也相信上帝一直在看顾着台湾呢。而有时候我们的心情就会被那个确诊人数这样上上下下、上上下下。那它确诊人数，它不只有说哇那个高传染力，它影响的就是学生的就学，它更影响的叫做经济，因为没有办法开市，就没有收入嘛，那经济就会受到影响。那其实是影响是非常的大。那我们看到说又一波又一波，什么英国变种猪，不是英国变种猪吗？英国有变嘛？英国有变，印度有变，好对，到处都变。那我们现在从 A 到 D， 是 Delta， 那我们就觉得说那到底何时可以结束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说牧师，你到底何时可以结束？我作为牧师，我也不知道何时可以结束。但是我知道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，当我们全心开始向神呼求、祷告，求神怜悯、恩膏降临的时候，我相信神会止住这个疫情的。我们看到这个疫情不只是下滑，我更要看到就是说，神来亲自来止住这个疫情，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恢复正常，能够恢复这个像以前一样。大家可以一起在这边一起祷告，不然我自己一个在那边看着2台黑黑的机器，心里很落寞。虽然现在呢还有几个小伙伴在那边陪我，但是你知道他们很辛苦，因为我一直讲，然后呢他们想打瞌睡也不行打瞌睡，因为我要点名他们啊。对，哥哥 ，hello 哥哥，有他在操控机器，你可以照自己哦。旁边那个很瘦的那个是谁？那是谁？没有立约哈，立约跟大家挥挥手，嗨，你看疫情大家都变瘦了哈，所以我想说，就是说大家能够聚在一起祷告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啦。但是我们的 RPG 祷告小组2-3个人奉主的名聚在一起，神就然后一起祷告，然后神就听他们的祷告嘛。我相信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限制。那重点是同心合意嘛，阿门嘛，阿门就打阿门嘛，对不对？同心合意，那神就听我们祷告。你在你的家，我在我的家，你拿你的手机，我拿我的手机，但是我们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，神是不是倾听我们的祷告？我真的这样觉得。我们神就是这么奇妙的神，他真的超越一切。甚至有一个长辈问我，他在社区里面出了名的死硬派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年轻的这个传道人啊，我问你啊，这个全世界70几亿人口，你的神凭什么单单听你的祷告？”我说：“我的神，我凭什么单单听我祷告？单单凭我称呼他为天父。我相信他必定垂听我的祷告。”他说：“这个信仰是我过去不曾看见、不曾听见的。但是我相信你所说的，如果是与你有关系的神，他势必是会听你的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起呼喊天父的名。我们真的要夺回这个祷告的权柄。我要跟神说：主，求你止住疫情，看顾台湾。在疫情期间，有一些经济受到困境的，有一些在这个学业有落后的，亦或是在这个疫情期间，这个工作经济受到影响的。我们真的要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，也为在乡村当中叫贫困弱小的教会，还有说在这个为这些在能坚守在这个乡村的这些传道人来祷告。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，不只为传道人，我们更为有困境的弟兄姐妹们。大家不太好过，但是我知道关关难过关关过，因为我们有天父上帝成为我们的帮助。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，愿意跟我一起同心合一祷告的就打阿们。我
我们一起为台湾来守望祷告，为我们的家人来守望祷告，为我们所有经济需求的弟兄姐妹来守望祷告。我们呼喊三声主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，我们再次要把我们的台湾这块土地完全交托仰望在你手中，求你来看顾，求你来保守，求你来医治这片土地，愿你的恩膏再次降临，愿你亲自扶持有经济需求的、有肉体有软弱病痛的，来扶持在经济上、在课业上需要帮忙的这些弟兄姐妹们。我们把年轻人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再次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能够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。在疫情的期间，他们也要在家里专心学习，他们也要能够充实自己。我们更要呼求你，你亲自来帮助在工作上有困境的弟兄姐妹，在经济上有困境的弟兄姐妹，求主的恩膏再次降临在这些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。求你来帮助，求你来医治，求你来怜悯，求你来充满这片土地当中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接下来也要为接下来我们也要为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家来祷告。教会呢，它必须要重新，就好像这个获得这个摩西的这样的权柄一样，他何时举起杖，何时呢？这个约书亚就得胜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真的要这样子，常常举起圣洁的手，祷告的手，要为着这个土地来代求。很多教会他们大概还在沉睡当中，很多教会大概说疫情好吧，那我们就停止聚会，那就停止了吧。等到这个可以的时候再来聚会吧。那这样子就失去教会存在的意义嘛。那我们就更应该要唤醒教会祷告的权柄，让他们对这片土地是有感受的，对这片土地是有这个同感一灵的，这个同岛一命的。我们必须要为这片土地来祷告，我们要为教会能够重拾祷告权柄来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教会，尤其是以右昌教会作为这个祷告的中心。我说祷告是心跳啊，心跳越健康，身体就越健康。因为它能够把血液传伸在身体的各处。当你要用力的时候，你是这个手会有这个血液流到这个手当中，然后你的才能够把这个东西搬起来，对不对？那心脏、心肺功能是很重要，但很重要。所以我说右昌教会非常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男子，是全高雄的中心，心脏的地方最中间的位置。那我们又是在一个中间的交界点，在我们往上走，这个左营旧左营是眷村。往下走是这个新的这个社区，高雄大学那一区，在这个包罗万象，各式各样的族群的人都有，所以神要使用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复兴起来，我们的祷告复兴起来，让我们的复兴就带动周遭教会的复兴啊。所以呢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有这样国度观吗？我们能够为其他教会来祷告吗？说主啊，我们要成为这个祷告的心脏，我们也要带动把这个 RPG 祷告的这样子的火热，把这个同心合一祷告带到其他教会里面去。我们可以这样祷告吗？可以吧？可以，那我们就一起要祷告。你心中想到哪一个教会，想为哪个教会祷告，就为他来提名祷告。你心中一直出现右昌，那你就为右昌祷告。你心中一直出现什么教会的名字，你就为他来祷告，好吗？我相信神会启示你。应当要为哪一间教会祷告，一起祷告，力量是大的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要再次把教会完全交托仰望在你手中，愿你再次恩膏，再次帮助，让所有的教会他们都重拾祷告的权柄，让他们都不要忘记他们祷告是他们最有力的作战方式。求主你再次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常常祷告，即使隔着荧幕，即使拿着手机，即使隔着电脑，我们也不害羞，我们也不害怕，我们就勇敢的来祷告，我们就勇敢的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要奉主的名要来祝福这个祷告的这样的温度，要透过荧幕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当中，要穿透荧幕来触摸他们的心，他们愿意打开这个频道，他们愿意定时来这里一起来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就不是与空气斗拳，他们就不是只是打发时间，而是他们真正的开始祷告，然后就真正看到改变，
他们就真正看到改变。主，求你的恩典再次降临，在这个祷告会当中是充满热度的，是充满祷告的权柄的。求你再次坚固弟兄姐妹的信心，帮助他们，让他们更多的来祷告，更多的呼求。主，我们还没看到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不断的祷告，看到改变。求你恩膏再次降临，充满在每一个愿意开口祷告、举手呼求弟兄姐妹生命当中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当以利亚与的这个斗法完了，这个假先知斗法完，在加密山，这个要看下雨，他叫他仆人去观看，也没有看到什么，万里无云，万里无云，万里无云，不断观看就是万里无云，不断观看，他的仆人去看，抬头看天，你知道那多不舒服的事情，天气又热又没有下雨，又一直在被晒太阳，这样一直观看，一直观看，一直观看。即使等到看到一朵巴掌大的云彩，一个小小的云彩来的时候，先知就对他的仆人以及王说：“快走，要下起大雷雨了。”一个巴掌大的云彩会下起大雷雨，因为先知已经看到神应允他的祷告，要下起雨来解除这个旱灾的现象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必须更多的用力的来祷告。你祷告啊，我好像没有看见什么样的改变，不要灰心嘛，继续祷告啊。那是因为你是牧师，你才这样说，不是因为我是牧师啊。我也曾经祷告，很多时候灰心失望的时候，很多时候神没有听我的祷告，但是我发现神有更奇妙美好的旨意。接下来我要读神的话语，请你们大家要跟着我一起来读，好吗？我用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跟力量，再次坚固我们的信心。可以的话就都好，一起来读神的话。OK， 我们来看神的话语。回转向小孩，马可福音10章13到16节，预备，来。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摸他们，门徒便责备那些人。耶稣看见就恼怒，对门徒说：“让小孩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上帝的国里正是这样的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上帝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”于是抱着小孩子，给他们按手，为他们祝福。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的经节，诗篇68篇19到20节。好，预备，来，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就是拯救我们的上帝，是应当称颂的。上帝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上帝，人能脱离死亡，是在乎主耶和华。阿们。愿神的话语充满在所有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，并且成为他们的帮助跟祝福，在失望当中的盼望，在绝望当中的力量。求主来恩待你们。小时候呢，我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小公园，这个公园那它当然就是标准配备嘛，一个溜滑梯、跷跷板、荡秋千，就是那一些小朋友在玩的。那时候我跟我弟弟都会去这个小公园里面玩。那个小公园里面玩的时候，那有些人就不是很按照规矩。家长在带小朋友去玩溜滑梯的时候，我就常常看到这个爸爸就会做一件事情，让我觉得又嫉妒又羡慕又恨这样子。嫉妒羡慕恨啊？为什么呢？小朋友不是爬上那个溜滑梯，嘟嘟嘟爬上去，然后到那个大象溜滑梯的上面，然后呢，爸爸就会说跳下来，跳下来，我接着你。小朋友就很开心的，就跳下去，哈哈哈哈。但我就很想跟他讲说，拜托，溜滑梯不是这样用的，你爬上去你要溜下去，不是跳下去，拜托帮帮忙。但是很嫉妒啊，因为从小单亲家庭长大没有爸爸。那我跟我的弟弟每次就看到那些爸爸很讨厌这孩子跑上去说跳下来，跳下来，跳下来，那小孩子毫不犹豫的跳下去，然后就赶快抱住他，笑得很开心啊。我们心里就是嫉慕羡妒恨了，嫉妒羡慕恨了，就很讨厌。就有一次我弟弟很羡慕，就站在大象溜滑梯上面看。我跟我弟差5岁而已我就跟我弟讲说，志群你跳下来，我叫志豪，我弟叫志群。志群你跳下来，我接住你。就我弟说真的吗？我说真的啊，我要跳咯。
说来吧，跳吧。我跟他差5岁，不过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而已啊。我弟是一个小胖弟啊，看我是身材就知道我弟弟绝对不会瘦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就笑什么？不要以为你隔着荧幕我就不知道你在笑，没有礼貌。OK， 好，所以我说你跳下来吧，结果我要跳了，我说你跳下来吧。结果后来我弟弟就说我跳的哦，然后我就有点害怕，我的眼神闪过害怕的时候，我弟弟就露出轻蔑的眼神说：“我还是自己溜下去好了。”他就自己溜下去了。那从小到大，我就会对这件事情很遗憾嘛，因为我很想要就是跳下去被接住的感觉嘛，跳下去被接住的感觉，就是你生命当中的重担，你不管再怎么样跌倒，就是有人接住你嘛。你可以当天父说你跳下来的时候，你可以很放心的跳下去，这个就是小孩子对爸爸的信任。回转向孩子就是怎么样？就是能够像小孩子一样，当天父说来吧，试试看吧，去冒险吧。OK， 你就跳下去了。他接住你嘛。彼得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说：“夫子，如果是你，让我走过去。”耶稣说：“你来啊。”他就真的走在海面上。但他信心不够沉下去的时候，主啊，救我！我相信耶稣是在风浪当中笑着拉起他的长袍，在海面上跑，哈哈哈哈哈，跑过去把彼得拉起来。你知道，回转向孩子就是一个单纯的信心，知道他会背负承担我们的重量，就是知道他会承担我们生命当中的重量，然后所以我们可以勇敢的去冒险，所以我们可以勇敢的去信任他。回转向孩子，耶稣的行程非常忙啊，他从这边赶到那边，他跑来跑去的时候，他行程非常的忙碌，所以以至于当家长牵着孩子在路边等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不会知道他们到底等多久，因为以前耶稣的行程老是 delay。当耶稣旅行的时候，他也不会知道说他往下个村庄走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。他能够在这里服侍，就尽量多服侍。他服侍到他觉得差不多的时候，他就离开这个村庄，往下个村庄前进。到下个村庄，他的人已经在那边等他，不知道等了多久。他们就看来了没啊？耶稣来了没？还没。再去看看来了没啊？还没。再去看看来了没啊？还没。再去看看，好像来了。所有的人就赶快收拾东西，把所有有生病的、有瞎眼的、有这个不舒服的，或者是有问题的，全部都在这个村庄那边等耶稣。所以他们早就已经在卡位，把所有的什么重症、次重症、轻症排好在那地方，等候耶稣医治他们。小孩子当然轮不到他们了。门徒怕耶稣的行程 delay， 所以当耶稣服侍完之后，他们有人把小孩牵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，门徒反倒责备他们说：“哎呀，这种小事不要来麻烦老师啊，他已经很累了。”但耶稣说：“把孩子带到这边来，天国正是这样的人。”把他们抱起来，为他们祝福祷告的时候，他的意思是，就是要像他们这样子的单纯，领受上帝的恩典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够单纯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不太相信神所做的事情，我们也都不太相信上帝的恩典上帝会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我们常常呢，我们就会觉得说大概祷告就是这样的啦。台语有一句话就是祈祷还祈祷，烦恼还烦恼，就是一边祷告一边烦恼，一边烦恼一边祷告。但是交托就是我祷告了之后，我就不烦恼了。但我知道很难因为在我的生命历程当中，我也经历过非常多的病重啦，这个生病啦，然后经济危机啦，然后
各式各样的困境，然后我不断的祷告，结果呢，他还是没有照我祷告的那样成就。我都以为我在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会狠狠的摔到地上去，就想不到我没有摔得很重，我反倒是平安的度过。我很喜欢天父，他这个耶稣抱着孩子的这个画面，他承担他们的重量，拥抱着他们，好像说我天父就是要这样子拥抱你们这些世人。球王比利他小时候在这个踢球他非常厉害啊，所以他在小镇他们的这个社区里面很有名气，所以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就会很多人跟他打招呼啊，很热情的跟他打招呼。他甚至有人会递香烟给这个年纪小小的这个比利，球王比利，来一根吧。久了这个比利他就很享受这种当大人的感觉，慢慢的他就染上烟瘾，因为买不起香烟的时候，他就逢人就讨烟来抽这样子。有一天他在街上向人讨香烟的时候，被他父亲看见了。他的父亲眼神当中充满愤怒跟这个忧伤。他的爸爸比利爸爸一句话都不说就回家了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比利他当然也非常惊慌，然后他的父亲就问比利说：“你抽烟抽多久了？”比利他就小小声说：“只有几次而已。”他的父亲就把手伸起来，要抽他的耳光啊，就要抽他的耳光啊。就这个比利他就赶快就下意识的就捂住自己的脸。结果呢，父亲没有打他，反倒是抱住他，然后就对他说：“孩子，你是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员，但是你不爱惜你的身体，在比赛当中你没有体力的。如果你染上坏习惯，那么你的足球生涯大概就此结束。将来的路你怎么走，你自己决定吧。”说完就掏出钱包来，拿出钱跟他说：“如果你真的想要抽烟，请你自己去买，不要跟别人要，践踏你自己的尊严。”后来球王比利他就回想到这一段，到他成名之后，他代言了许多东西，但是他不代言香烟跟酒精。他就回想到的那一段话，就是能够当初让我改变的，绝对不是父亲的巴掌，而是父亲的眼底的失望跟忧伤的眼神，更是父亲的这个大大的拥抱。他说能够让我改变的是父亲的拥抱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天父他乐意拥抱我们啊。在以前我在当社工实习的时候，我到一个这个叫做这个运动者职业运动员的这个复健协会去，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运动伤害的人，他们在从事复健。这个复健说是复健，但是有可能他们一辈子都是残疾人士啊。我看到有一个打板球的选手，非常高，180几公分，在一次的运动意外之中，他的双脚已经瘫痪，无法再起来行走。他虽然非常的高大，他的脚看起来非常的粗，但是他没有半点的力气，因为已经伤到他的神经了。他的父亲是一个矮矮胖胖黝黑的男人，在这个渔港那个地方在当渔夫。我就看到那个父亲每天骑摩托车，骑了1个多小时的摩托车，到复健中心来，扶起他的儿子，然后呢就这样子走，在走廊上鼓励的走。他的儿子几乎是放弃的，他的脚在地上拖啊拖啊拖啊，他痛难过。我去问过这个大男孩，他说：“我脚。你让我躺着我就没有感觉，你让我走，我好像1000根针扎在我的脚上一样，我根本没有力气可以站起来，我伤到脊椎啊，这是不可能会好的事情。”可是他的老父亲从来没有放弃过他。我在那边实习的时候，就看到每天他的老父亲就是来那个地方，抱起他的儿子在走廊上走，加油加油。
每次碰到我就说他已经给他走一步两步哦，也卡路来路来哦。我每次看到他，就是他双脚无力在那边拖啊拖，拖啊拖，拖啊拖。可是他的父亲从来不放弃他，就是抱着他让他走。就等到有一天，那个老父亲不来的时候，看到那个大男孩他自己起来，撑着他的身体起来，他勇敢的去做复健。每走一步，他就痛到他满身都是大汗。我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那么努力？”他说：“我一定要走出一步，让我的父亲看。”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天父他就是要抱着你，让你走，即使你好像已经放弃你自己的生命了，即使好像没什么救，没什么用啊。可是天父上帝他就是永远要抱着你走啊！那为什么不抱起我走？因为抱着你走是你小时候的任务，他现在要告诉你，即使你受伤、软弱、跌倒、半身不遂，但是我陪着你走你人生下半程的道路。我们都不完全嘛，我们都会有身体会有软弱，我们都会有受伤，我们都有不足的时候啊。那又怎么样呢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天父他乐意帮助我们，重点是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他。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，他有讲到，就是说这个第10章教完主祷文之后，这个耶稣又用3个比喻。第一个比喻就是这个深夜有人去敲门说：“哎呀，我有个朋友啊，他半夜来这边投诉啊，我家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了。我的兄弟啊，请你起来拿3个饼给我，我好招待他。”这时候屋子里面的人啊，就这个大声的说：“哎呀，这太夸张了吧你！那么晚了，我跟我的孩子都睡着了，你还来我们家要饼，真的是很烦。”可是后来这个敲门的人有拿到那3块饼，拿到这个3块饼，并不是因为他不断的敲门，而是他的情辞迫切直求。我们看到这个情辞迫切直求在原文里面的意思讲出来你会吓一跳，就是厚脸皮的意思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哎，不太好意思，这个祷告不太合理啊。深夜去人家家里要东西不太合理，听起来不合理。但是呢，耶稣教导我们说，天父就是喜欢听你的祷告，24小时随时等候你来亲近他，厚着脸皮跟神大声的求，你好像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，就是想回转向起来，上帝叫你跳你就跳下去，不合理。再高的地方你都想跳下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你的天父，你的爸爸一定会抱住你啊。我的侄子也很喜欢跟我这样玩啊，我说跳下来，他就会说跳下来。有些小朋友喜欢跟我玩丢高高啊，我都会很用力的把他接住啊。我的侄子跟我玩这个跳下来的时候，我就会用力抱住他。我比他更紧张，因为他妈妈还有我老婆还有阿嬷都在旁边看着。如果让他跌在地上就完蛋了。只是你知道吗？天父他越不合理，天父他越要挑战你。你跳下来，他一定会接住你嘛？他一定接住你嘛？我曾经跌倒跌得很深，我说不可能啊，不可能会再站起来。我发现没事我还能够继续站在这里讲道。我曾经很伤心过，祷告不蒙应许过，我也曾经发生过非常非常多这样子信仰挑战的事情，但如今能够让我站在这里，是因为天父的爱。我不是更数算神让我灰心难过的事情，而是数算每一次神在我生命当中做美好奇妙的大事。所以第一个，要厚着脸皮，情辞迫切直求。第二个，他说叩门就给你开门，祈求就给你，寻找就寻见。用这3个动作来去训练我们的信心。说就是要这样的，就这么简单嘛。勇敢的跟神求，要坚定你的信心。你去敲门不会敲个2下没人就走了，
你去敲门不敲2下就说哎呀糟糕，那就转身就走。我不相信你去追女朋友，你去跟她送1次东西给她，2次东西给她，她拒绝你转身就走。你真的爱她，你就一直送。像当年我送我师母这个食物，我也是送了好几年，而且照3餐送啊，所以她嫁给我嘛。就胖的是我，为什么都不公平 ？OK 啊，那第3就是天父，绝对看顾我们的天父。他记不记得他说讲的这个第1个啊，半夜去要饼，然后祈求敲门。第3个是什么？第3个就是你们做父亲的尚且知道对你自己的儿子好，儿子求什么饼，你怎么会给他石头呢？求鱼怎么会给他蛇？求蛋怎么给他蝎子？他当然，你们作为地上的父亲，你能知道把最好的给自己的儿子，更何况是天父。所以天父他亲自在告诉我们说，我会把最好的给你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，就是要把天父的爱带到我们的当中。他告诉你，没什么了不起啊，这世界虽然有苦难，但我已经胜过苦难了。没什么了不起啊，虽然有大风浪，但我斥责让它平静啊。没什么了不起，虽然我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我3天之后复活啊。孩子，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因为天父他必看顾你，我必不丢弃你，也不撇下你。我要差派圣灵保惠师与你居住在一起，即便你在冰冷的病房当中，即便你在经济困境当中，即便你在黑暗跟找不到出路的时候，我会抱着你，与你同行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像孩子一样单纯的向神求，很简单的就是这样单纯的向神求，不要用次好的代替最好的。就好像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，哎呀，这个我要再赐给你一个孩子以撒，说哎，不要麻烦，以实玛利够好了，不要死掉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不要用次好代替最好的，也不要用最好的这个，不要用这个不太行的东西代替神的对你的祝福。像孩子一样勇敢的、大胆的向神求，夺回我们的祷告的权柄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要一起来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多的有信心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们要有信心啊的来祷告啊！我们跟神说，主，我就是你的孩子，我要有信心的跟你求啊！我要有信心的跟你求啊！我求的你一定都听见了，你已经睁眼看侧耳倾听我们的祷告啊！所以我们这时候要同心合一的来开口，跟神求说，我要更多的信心，更大的信心。即便看来不可能的事情，但是在你没有不可能，在你凡事都能。我们要求主来坚定我们的信心，更多的祷告，直到看到事情成就。我们以同声开口来祷告，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坚定亲近你，我们要亲自来有坚定的信心在你的面前。所以我们要勇敢的跟你求，我们不放弃，我们勇敢的求，我们不放弃，我们勇敢的更多的向你呼求。主，我们要直到祷告，直到看到改变为止。我们要祷告，直到看到医治降临，祷告看到丰盛降临，祷告看到上帝的怜悯降临。主，求你再次就与我们同在，用你大能的手亲自来帮助，抱住属于你的孩子，抱住属神的孩子们。在70亿人当中，你一眼就能够找到他，因为他是属神的孩子。求主你再次看顾你的孩子，与他们同在。谢谢主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把所有弟兄姐妹交托仰望在你手中，你抱住他们，保护他们，让他们能够在每一次的祷告当中，你都听他们祷告，给他们成就。愿你再次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再次帮助我们更多的，我们去依靠你，更多的信心更加的成长。谢谢你，你再次就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耶稣，我要爱
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你。耶稣，我要爱慕你，我要爱慕你，倾倒我的生命，你是我唯一所求，让我心单单渴慕你。我心满意，我心满意，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。当我走向你的身旁，贴近你，主啊，我寻求你。我心满意，我心满意，我心满意，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，让我走向你的身旁，贴近你，主啊，我渴慕寻求你。弟兄姐妹们，更深的跟神求，当这个耶利米、以西结、古时的先知，他们被神的话充满的时候，他们不得不说出神要他们说的话。但被神的话充满的时候，他们就与神同行，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当中。即便他们眼睛所看到的尽是绝望，尽是国家的败亡，尽是圣殿的陷落，尽是外邦的这个外国的强权侵入。其实他们看到的尽是绝望，但是神的话却不断告诉他们说：我必要带领我的百姓回归，我必要重新建造我的国度，我必要重新建造与大卫这个重新所立的约定，大卫的国度永不动摇，大卫的后裔永远做王。他们会，这些先知会精神分裂说：真的吗？我所看到的就是不可能，就是死亡，就是灾害，就是被卖为奴，真的吗？可是神超越他们信心的眼光，带领以色列人重新归回到他们的故土，按照他的应许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爱慕神，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去与神同行，在他预定的道路当中。你眼睛所看到的，即使是死亡、是忧患，是不可能啊。但你不是精神错乱，因为神赐给你的平安是超越你眼睛所能看到的，耳朵所能听到，心中未曾想到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更多的爱慕神，更多的渴慕神。我们祷告会时间有限，我们也要，但是明天早上我们也要恢复我们的早祷。我希望能够5点半能够在线上跟大家一起相聚，我们持守我们祷告的习惯，求主恩膏祷告与的这个祷告的热度，常常与弟兄姐妹同在。我要为你们祝福，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再次恩典降临在所有线上祷告的弟兄姐妹，愿主你的大能充满在所有愿意一起祷告的弟兄姐妹。求你医治，求你怜悯，求你来看顾他们，求你让我们回转向孩子，我们单单的依靠你，我们单单的相信你，你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你的孩子大声的向你呼求，你就赐给他们他们所呼求的。主，我们呼求你医治的恩典、平安的恩典、丰盛的恩典降临在佑昌教会每位弟兄姐妹生命当中。求你亲自看顾，让我们祷告的火不停息，让我们祭坛上常常有火，让我们常常以祷告为基，陈列在你的面前。愿你再次看顾我们每一次的祷告，都充满你的圣灵的恩膏降临在每个弟兄姐妹生命当中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保守，愿上帝所赏赐的医治、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、丰盛的恩典充满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当中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